各位后来，咱看这因果经啊，莫道阴阳无报应啊！你唔好讲吼阴间还是阳间，吼你所做的代志就对，你所想的代志，你所讲的话，敢若好像也无报应你当呢？为人做真歹，那为什么伊安尼遮有福气啊咧？家庭真富裕安尼啦，运动嘛真好哦，足下摆个有地位哦，有名望。哎呀，啊，这个人心性都无好，为什么伊会当安尼？他是不是阴阳无报应啊？他是不是没有报应啊？因果做好也无好报，做歹嘛未报应，这是安怎？各位你唔知影，咱人拢三世因果嘛。这个人伊的前世所修的迄个福德啦，福德要个存在，啊未用完了对。所以这世的喷，直直开，有一天一开尽啊，伊的痛苦对后边来，加倍对伊来。莫道阴阳无报应，你千万唔好讲伫阴间，也是伫阳间，你所做的代志，可好亲像无报应。但是额头三笑有神明啊，头壳三笑都有神明，你甲你监督啊。一念动，鬼神知啊！你一念叮当，鬼神拢知影。天留甘雨，佛留经啦。天留这个甘露，甘雨嘛，你看咱若是安尼靠旱的时阵哦，旱灾。天留这个甘露雨落来，佛留经，甲这个经文留伫世间，互大家去明白道理，研究佛法，互大家去成就，知影世间的真相，袂去痴迷，袂执着，知影讲咱有来世，咱以后死了，还阁有来世代人哦，系留这个经来劝化咱一切末法的众生。人留子孙，草留根啊，咱拢拍拼留一点啊，互子孙啊。但是草呢，留一个根伫一边，外口打起，但是根了个着人留子孙，红年老啦。咱若互子孙要创啥？等到你年纪老迈的时阵，有人通照顾，有人通甲你捧烧捧冷。哎呀，咱老的时阵都有这种的状况。草留古根在风春啊，咱若草留一个旧的根甲种伫内底，根无死，安尼伊若春天来啊，雨水的到伊，伊就阁生出来。你看草爱留根啊，各位对不对？三世因果说不尽啊，三世因果前世今生啊，阁有来世哦，各位，你千万唔好讲我这世死啊，就死就煞，一了百了，无安尼啦。唔是死就结束啊！无，你这世安怎做，后摆你安怎得咧？可以听有无？这就三世因果，所以三世因果讲未尽呐，讲未完就对啦。内底内容哦，真丰富啦。各位，你要追求吼，就是欲知前世因，今生修这事就对。你前世什么因，今生这世代人你所接受的就是啦。欲知来世果，你想要来世到底什么结果呢？今生做这事，你安怎做就是啊啦。安尼听有无？这就是三世因果。所以咱这世绝对不会甲人结恶缘的，对不对？我靠，安怎都不会甲你结恶缘。啊，若是恶缘现前的时阵，我就讲啊，阿弥陀佛，缘较浅，咱就较闪就好。啊，我缘较浅，我甲你较无缘，话袂投机啦。吼，看啥拢袂顺眼，好来，咱阿弥陀佛，安尼，咱就好想嘛。一个真正知因果的人，你对我真歹，但是我体贴你，关心你，要爱护你，用这个爱呢来甲你改变咱彼此中间的看法甲感情，会当改变，是要求咱家己，唔是讲要压制对方，唔是。所以呢，三世因果是说不尽，良天不亏行善人呐。天良八宝合法，袂去互你吃亏。你若是做好的人呢，绝对袂吃亏。人伫做，天伫看咱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，你一定爱甲别人结好缘，人情留一面，怎么样啊？日后好相见啊！所以咱人唔知这世见面，来世万一缘啊到又搁见面，各位你甲看。啊！你这些人结恶缘，后世一定搁斗阵的，一定搁斗阵的，才做过伊。啊！你都明明知影结恶缘咯，我袂跟你做伙啊。但是你袂当原谅对方，袂当包容对方，所以迄个恶缘来世一定搁做对的着。恩怨爱消灭咯，愈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愈爱对好，安尼迄个缘才会长。啊！
你若你对我歹，我嘛对你歹，啊好，迄个恶缘啊，直直结了，生生世世，为经过10世，为100世，照常搁你结。你甲看，看咱有凄惨嘛无？啊，凄惨嘛，真狼狽啊，真受苦啊，拢是啥？就是我负你了，你对我呢，记过你了，我想伤空伤芳要报复你啦。各位，咱人的心哦，失去有够重的啦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无修行，你后摆一定受苦的。你所做的业吼，你无法度化消啦。真侪脾气较刚强的人，个性还失去真重的人，各位一定要斟酌。所以原谅啦，原谅啦。我要来去成就，我要来去西方做佛祖，我跟你计较这要创啥？小可代志啦。啊，各位，咱安尼想就好。各位，这因果经有好听无？好听，真好听因果经。好，我们念一遍国语好不好？莫道阴阳无报应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天留甘雨，佛留金，人留子孙草留根。人留子孙是逢年老，草留旧根在逢春。三世因果说不尽呐，龙天不亏行善人。各位真好听，各位这个咱即马这个社会哦，足需要因果啦。以上这3世因果经讲这个道理，互恁各位听。好，阿弥陀佛。